人类居住的地球，诞生于45亿年前，孕育了数千万种生物。动物活动自如，而植物落地生根，此生无法迁移。看似动物比植物更具备生存的能力与优势，事实上，植物却能以四季循环的生命过程，轻易存活几百甚至上千年。是什么让植物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答案是因为其体内终生保护着不同类型的植物干细胞。植物干细胞是一群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能够不断产生各种分化细胞的原始细胞，是植物各种组织和器官的细胞来源。绿色植物北美红杉在地球上生活2000多年后，仍能通过干细胞的活动实现自身的生长。尽管如此，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野山参等一些珍稀植物也濒临灭绝。物种一旦灭绝，便不可再生。野山参素有百草之王的美誉，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不断的采挖，野山参已经越来越少。它的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远远高于人工种植的人参，具有很高的疗效和昂贵的经济价值。由于资源的枯竭，其价值更显珍贵，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吉林长白山及其支脉生长的天然野山参为参中珍品，目前很难见到比野山参价格更为昂贵的中药材品种，所以野山参是珍贵难得的绿色天然补品。百年野山参在社会上已经是天价，即使是天价也一身难求。2014年，安然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哈工大安然纳米生命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开展植物干细胞技术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2017年，公司成立了安然植物干细胞研究院，研究院含有 B+A 级超洁净实验室，确保植物干细胞的所有实验过程都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操作。该实验室2020年被认定为威海市植物干细胞工程实验室，2021年被认定为威海市植物干细胞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同时按照 GMP 管理要求，从干细胞培养开始到成品完成的全部过程，严格按照 GMP 要求进行管理和检验，从而保证生产销售所有产品品质可以维持前沿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研究，科学家已经从野山参中分离或检测出了人参皂苷、氨基酸、多肽、微量元素等，这些成分是野山参中具备显著疗效的物质基础。稀有人参皂苷是人参皂苷中的重要活性成分，如 2G3、2H2、CK、APPD、2G5、2K1、2H3、2G6、2K2 等。研究表明，人参稀有皂苷具有较强的抗肿瘤、降血压、提高免疫、抗炎、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等药用活性。例如，人参稀有皂苷中 2H2、CK、APPD 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 2H3 有较好的抗炎作用， 2K2 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诱导和分化， 2G3、2G5、2K1 和 2K3 及它们的次生苷具有抗肿瘤、抑制、保护肾脏和脾脏、降压、抗炎等药理活性。安然科研人员经过8年的努力，运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植物干细胞技术，取材于中国长白山高品质的百年野山参。此野山参获得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颁发的鉴定证书，研发出人参干细胞产物。该产物含有大量的稀有人参皂苷。科研人员对该产物进行了动物实验，在延缓衰老功效动物实验报告数据显示，线虫繁殖能力增强41%，线虫寿命延长高达22%。
在抗肿瘤功效动物实验报告数据显示，肿瘤抑制率高达43%。实验数据结果表明，该人参干细胞产物在动物实验、抗衰老、抗肿瘤方面具有显著效果。红豆杉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濒临灭绝的一种野生珍稀植物，因含有高效抗癌物质紫杉醇而备受瞩目，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紫杉醇现已被广泛用于治疗多种癌症，并取得显著效果。据报道，提取1克紫杉醇需要5至6棵生长100年的红豆杉大树，也因此使红豆杉种群遭到严重的人为破坏。由于红豆杉被破坏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癌症的发病率也在逐年提高，并且趋于低龄化。对于紫杉醇的需求和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目前依托人参干细胞技术生产的产品已实现规模化生产，红豆杉干细胞的研究与成果转化工作也正在有序推进。公司植物干细胞技术正在申请40项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已有17项获得授权。人参不定根组培技术规程标准已通过国家农业农村部评审，且正式立项。植物干细胞技术的应用安全、高效，来源天然，无农残污染，且低碳环保，节约土地和水资源，为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符合了人们对自然的追求。现如今，安然公司科研人员正在从更多极为珍贵的野生药用植物中提取出干细胞，通过培育获得更多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活性成分。该技术已被运用到我公司功能性营养食品、保健品为核心的重要领域中，在未来人类健康的管理中将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给广大消费者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安然公司将紧跟时代步伐，利用更多的现代技术手段，整合多个相关科学领域，用有领先优势的科研力量，更好地造福大众。